没黑呢，那我是虚报吗？虚报的骗子，灌水啦！应该不会吃到骨头啊？不会啦，我们还特别把骨头拿出来哦。哎，还动很润呢。这是你的补丁啊！因为选哪一家？我想要选绿的。好，打过来，1、2、3。1、2。太小颗了嘛。这颗，再一碗，再一碗，这颗，一口吃下去。哎，刚刚你有做脾气安抚呢。Hello， 各位天司機前面嘅觀眾朋友，大家好。睇住所有現場嘅鄉親朋友，大家好。歡迎收看一家之主，我係民族。我係鐘伯強。今日嘅同歡喜來到新竹嘅北埔。哦，北部哦，上白友就好像有去過信部，信部到北部可以去來福群呐。福群，可是呢，我在北埔市。女王。也不能這麼說。北埔嘅鄉親朋友全部就拿來當做像機器人摸嘅咁樣，好，大家很疼愛我這樣。哎，其實台灣每個地方的都很疼愛你，因為我是什麼？客家民族。沒默契，我們越來越沒默契。好啊，所有朋友都給面評審欣賞，那朋友都係李子柳李師傅。各位觀眾朋友，大家好，我係子柳，李師傅很好，還有陸子明陸師傅，大家好，我係陸師傅。好呀，講到北埔啊，北埔要到邊？北埔老街真的是松寒義工都有名。係啊，等一下佢攞一邊哦，其實係彩婷嘅，我們讓他好好紹介一下。好的，我要片呢是母女檔，而且都是高顏值哦。哎呦，身高也很高。是的，樂朋友的研發器，先婷姐朋友。哎，你留下嘅訓告不應啊，你動態呢？然後訓購。千婷是不是有選美啊？沒有，她很美耶，又對啊高挑又漂亮這樣。我今天跟她保持2公尺的社交距離，因為這樣我不然脖子會很酸。好啦，看一下咱最近我哋放上台嘅咪係阿妹咯嘅妹咯，劉小姐咯蔡明達。大家好。強龍電影社強龍獎吼。好，接落來請大家請問一下，北埔大家都提供來到了去老街，還有乜嘅好搞好玩好料？好食咧，先風吹老俾他小記一下嘛。我們北部來講，還有北部浪餐。浪餐來講，夏天的時節走在魚家店搞水。浪餐哦，浪餐浪潛，對，冷泉。我現在就想跳進去。哦，冬眠，北埔嘅綠茶都有名啊。係啊，還有北埔嘅番薯餅。番薯餅，還有鹹豬肉，超香的。下次記得講下伊吼，咱都是開始要了。哇，今要談凍到好食嘅東西哦，我煮嘅東西係乜嘅咧？好的，歡迎下啦。好，你下打開本大家看一下哈，今日提咗台料，主題嘅食材係。哎呦，應該係我講到誒。這算什麼？這個是五行雜糧。懂營養哎，但像是要翻感覺就懂飽哎哦。哎，我還不知道北埔有這個這麼棒的特產呢。係啱啲哦。好，剛剛講嘅按到北埔嘅特產，沙田好嘅朋友都真係係牛年嘅吼，係你北埔農別總幹事，係是莊總幹事莊鴻剛莊總幹事朋友。周台哥你好。總幹事你好，阿叫我看到咧。大家好，大家好。這個新東西啊。係啊，木糖果呢。我之前去拍的時候沒有呢。忙就嚟，所以去年喺度準備了10張嘢，去年長出產的新的產品。新的東西，那一定要給你5分鐘的時間，好好紹介一下。希望兩位主持人哈，就北埔農會對大家介紹，因為北埔吼好山好水，加下廣告，因為你係浪餐。所以你用浪餐的水灌溉出來，你北部的浪餐米，嗰了浪餐糙米，嗰了適合到你屏東的風頭，還有台南的風魚米，後了都全部蒙到你的5星雜糧熟盤。5星雜糧飯團，是嗎？哎，這樣子看起來，你這個電影黑老洗盤不會頹敗哦，不止整個台灣很棒的這些五穀作物，結合起來，哇，這個是台灣 good 哎，台灣 good 吼，食看好嗎？日報是食到全台灣的最好的材料，日日都食看。好好好。哇，團呢？這個新年青蒿味，來我為大家分一下哦。好，謝謝。好，謝謝。
这个就是一口饭团，对不对？一口饭团，嘿，大家都一起看看。来吃吃看哦。谢谢。一口就把台湾的good 全部吃好，谢谢。要不我先表演一下？哦，这还有写的吗？工作人在 cue 你。来，1、2、3。太小颗了吧？这一颗，还有一碗，再这一颗，一口吃下去。你从来没有做笔记安苦难的。太卡吃用白，好吃，好吃，还上哦。真的好吃。汉尼拜了被普吉的而起名叫叫做五行杂粮饭团，又叫做台湾 good。我自己取的。走对吗？走对，谢谢。我们先收起来哈。好，今天呢就要拿牙给北部新推出来的牙给提台湾 good。对，过后来做料理的编发，水来金行体育馆的挑战喽。福卡好明星，大家家庭都有算係自家嘅好明星。用最低限天嘅時間地度，用菜地嘅指定食材，做出自家嘅素路菜。到底哪家嘅面試會較上癮呢？準備拿出人嘅好本蛋，一家之主上菜嚟。好，聽嘅家下總監師拿出來全新嘅北部鐵山，睇下這種馬變化咧，風吹帶來料理係嗎？過品豐收，恭喜大家！過品豐收，貴太平安，風調雨順。好，你好。冷掉了嗎？冇，因為攬住還好厲害哦，彈彈好冇？來，你好話攬住咯，連是當橋咧，攬住今日做嘅料理係三燜五炒飯。哦，3分炒。哦，哎，也沒有人要接嗎？鮭魚了，鮭魚也湯粉炒飯啊，對，好，感覺都很不錯哦。太嘎有心情嗎？有。馬上的金行挑戰，倒數3、2、1，搶開始。搶開始。哦。第一次看到這個新的特產。對啊，哎，夢想的北部哦，除了樓蓋啊，還有皮的啊，哎，現在還有這個五行飯呢。來看一下。呢啲係香係吹咧熟嘅煮好嘅。它是專門出那種直接加熱的，直接微波或蒸的就可以了。哎，怎麼個現尬水呀？用的這個是粵式春卷皮，粵式春卷皮。哦，每啲啲水叫做咩？所以要沾水然後再包。哦，對，好。千婷還做什麼職業呢？我做農的。哈？我們是務農的啊，不要看我們種的東西。對，你種乜嘅東西？我在五峰堅實種薑。種薑嗎？好漂亮的薑公主哎。它是薑公主。可是我想問的是，因為還有上了一種薑嗎？哦，因為我先生是他們家是做這個的，種了10幾年。有時候剛過去就聽書啊。對。很棒嘛，你偷偷你給動有很不易哦。哎，很辛苦，也算很辛苦。對，兩個人一起打拼了。對。哎，好，我們看一下。爆火了呀！爆起了耶！所以剛才那個批運推機還有爆火體時候嘞，係嗎？對。五穀慶豐收。然後我們就可以開始評分了嗎？沒有，它的炸過。我們還要炸過。那我們的薑哎，做嘛該用哎？拿蘸醬，那個算是泰式醬，對，甜辣甜辣這樣。我覺得我們要吃料理有點像是死不會死鬼料理了。哎，就對我搶哦，因為他們很顛覆的想象。就差一個媽媽的嫁妝盒嘛。好，等一下當都上來哦。好。3分5炒飯，一是生薑油，油薑落去，開始生那個抹鹽巴。那個入燃，就是防止它的會粘鍋，會粘不？你也係做麻條路的呢？啊，內地人妻，對不對？對，又給你知道了。結婚呢？結婚了，他就整個嘞。哇！哎，人家走在戰場線呢。我也覺得鮭魚排就這樣哎。我就直接配五穀飯就走在了，不用再炒。我炒完了就倒掉對。好，我們先過去，等下當都蒸了。係咪個樹都呢個嚟撞腰嚟？他用筷子也是手感 OK， 用手也可以啊，你用筷子也可以啊。人家姐夫那個醬少呢，哎，還動很軟呢。
这是你的补丁啊。要不要再高温一点？最高温240哦，哎。是不能一下太高温，太高温你表啊，然后你哈酥它啊里面就还没有热，外皮已经先酥掉了。你就低温。对。哎，樱花姐，我看你就泡起来呢。嘿，表示佢地位都练就受热嘞。哦，是不是跟水饺、馄饨的概念差不多？炸春卷的概念是一样的。可是它里面的气是从哪里来的啊？可能没热气啊，热气哦。你看它它不会破掉啦，不会。我需要。像它这个都会因为受了热气，然后它就膨胀起来，就像我们的那个水饺一样，包起来的话，在煮的时候它都会膨胀起来。它膨胀就表示它里面的肉就已经快要熟了。妈妈，你有讲虾吗？我排谁？我晓得讲虾，我到底係客家嘅。哎呦，相咩啦？相信这韩木上都是讲到国语。妈妈，你係港中人嗎？我种绿竹笋。真的？哎，是我不看拢是绿家人怕的。对，宝山的，宝山绿竹笋哦，嘿。种绿竹笋的人作息很正常哦。很不正常，都是早起早睡的。对啊，所以早起早睡。早起早睡我真少。早睡这不一样，跟我们想的不一样。你的早起早睡你是半夜3点才睡。对，那叫做早睡。我们的早起是凌晨1点就要起床，那早睡我10点我就要睡觉才会足够。对，当你们睡得很香的时候，我们就要起床了。哦，对，很辛苦哦。哎，你种竹笋当辛苦哦，比种姜妈比你种竹笋好辛苦。好辛苦。啊，因为一开始糖度吼，比我家己种姜妈的不下嘅时间，很到谁？唔攀的，哎，对，唔攀的，都唔攀的，因为你做按甜咧，去做西比你好好甜。哇，他已经开始变到长长的哦。等一下，报道嘅菜地都是好咧吼。嘿，大家该点就蘸酱，哎呀，该菜做，穷还是按照养生有吃到，对，起司放在保罗边底肚，哎，保罗已经包了就对了，对，刚刚爆浆，对。等一下我们吃了些吧 ，Candy， 对，期待了吧？非常。我们的这个真的不一样。等一下多做一点哈，谢谢。没问题的。他还想要带回家，可以打包。好，来看一下咱吃哦。好，谢谢。哎，你要做嘛嘅？骨头辣起來。啊皮的部分呢？皮未啲完啊。哎，师傅问一下吼，像要处理个3分的须节吼，用筷弄不给散开了，是不是它的不规则还有糊啦？对。如果用切了，它的形状整齐，可是比较不好，系吗？冇人用切的啦。我见面都是撞熟的，用切的打去炒，没看到油啊，没看到意思。嗰啲用素白较有同样的口感。素白会更少。係咪素料那个来撞腰嚟？他用筷子也是口感 OK， 用手很烫。可以啊，你用筷子也可以啊。人家姐们会降烧呢。烧应该是不会烧。哎，我们也有准备这个螺鳗哈。对，我们自己有买。对。哦。因为我等一下要炒完饭之后，然后把它放在这边。来这个好了。来，不用。好。好，我看到3分係油的哦。等一下，油我冇留起來啊，我係撒點炒盤啊。哇，炒盤哦。來，好。咁你是咪做到了？睇下你3分嘅油啊。香味哦，香味哦。誒，啊油多少油先？啊你龍沙係馬沙類報名的呀？來。哈？你好好的 vlog 不拍你来这里，你该不会是我的粉丝吧？对，就是因为有一次无意间就看，好像就有看到那个，我加点胡椒粉，在访问爸爸还是在拍片什么的。台湾启示录，对。然后下面刚好有报名专线吗？真的原来是我粉丝哎，你怎么在这一组啊？对啊，怎么会这样？是让你调问呀。差在这个队长哦比较。哎，不只有滚！我满天跳了，啊，都系我不能讲过。开机给他流氓都帮他示意当卫生纸，快看不下去。等我一下，来那个鲑鱼可以了，快好了吗？等我一下，你那个把骨头弄掉就好了。对啊。快点，时间快到了是吗？不一样啊，我们外面制作人还蛮广阔。我已经
蚕豆袂到啊。这个讲就要帮我先拿去了。哎呀，那讲炒酱就要硬啊。锅巴。那我想问一下秀珍姐哦，一般你炒嘅盤係用冷盤來炒，那像炒這種五行飯有冇個差別哦？佢咧目前又剩脆過，要拿脆熟來。你這樣講，等下冇水炒，所以要拿得脆熟來。所以咧應該要下濕啲咯。這邊不差唔多了，好，那邊差不多咧嚇。沒差不多嘞。這邊沒炸都差不多了。我說過我不能站太近，你們繼續站這邊。真的很高哎，你幾有公分呢168。168，好完美的身高哦。你168，对，很美黑呢。那我是虛報嗎？虛報的騙子，他是灌水啦，他是灌油。我發現2組我都得不到溫暖呢。可以去後面。拜拜呀。做乜嘅飯該入咗啊？有時就好養生啦，有時就嗆水，有時就五穀飯，有時就該咩啊？我意思係講，就是該下邊該講，那是什麼？廣梅啊！廣，好似因為你按包來講啊，幾好，嘅面積冇暗台啊，是廣是好脆，好素啊，大概你有是廣嘛做，在你擺到筍條頂，好強下食，對，那是該蝦鬆強咯，蝦鬆啊，愛用強下食，知道好食，對。厲害哦！你睇差不多有破幾油？大概皮有起泡泡就大概可以了。你說它的皮還是你手的皮？春卷皮，對。好了，差唔多誒嗬。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時間到。馬上就來吃看那鐵罐底度，哪部卡米西較好食咧？最新推出的北埔的 T set 就是五行杂粮來做編發，來看一下我哋有沒有讓大家意想不到？哎呦，冇想到哦，五行雜糧做到安樣呢。太高了，吃看哦。來。然後太高了，吃看哦，超美的。霹靂號只會想到月亮蝦餅。這個根本就是廚師的速度吹啊！好看，沒動向。吃小口，中了，記住爆漿的 cheese， 我可以吃，是真的嗎？短脆的，真的很好吃。剛剛用的醬料真嘅同咱哋，想不到。很沒有聲音啊？有小朋友對不對？有。應該發響應該是，還有厲害呢。大家感覺又好食嗎？秀珍姐，好吃到不會講話了。已經冇想到吼，五行雜糧漢做咧做到安樣嘅。好，然後我再南區有關啊。好，也就做嘅免不簡單哦。好，應該不會吃到骨頭啊。不會啦。我們還特別把骨頭拿出來哦。如果有吃到的話，那應該就是你的牙齒。這個意思對嗎？對。不是啊，應該叫幸運啊。幸運，還有吃到那個。鮭魚是不惜成本的。不惜成本的，這個是不惜成本的，對不對？魚的香味，每一口都吃得到那個散發應該美味呢。超盤就安樣長得香啊！我覺得唔係咁快。還動很軟呢。那是你的補丁啊！真的很幸運。睇下有冇水到係嘛？冇啊。沒有。你兩餐感覺又好食嗎？好吃。好吃哈。好吃。不惜成本的那個鮭魚，每一口都可以吃得到鮭魚的味道。哇！好啦，接下來呢就問師傅來料理咯。提前呢先請李志龍李師傅搶本書。我是不是第一關就宣布冠軍了？還蠻看一下，盧子明盧師傅搶本書。哦，你說清楚來，尤其是盧師傅。好，李師傅你說。今年啊，療養出來啊，講啊有學到啦，做得十分的好啦。啊，我現在鴉片喺鹽味講，第一，佢一炸嘅皮吼，又酥又香，個地板又一起是偏鹹。
我加上给它泰式酸辣酱，对，整个懂开胃，而且很搭那个味道。它左边这边没倒后，尤其搭出来就有一个三文的米丝，但是我还现在讲鸦片，较适合爱 Q。对对对。卢师傅嘞，可能调话伊会讲会了吼，好清淡样子，但伊有泡一些，我建议去闻其他的皮，因为咧越热春卷皮去冻袂做油。所以我该吃很多油吗？都袂做油，好木咋？因为讲闻其他像春卷皮啊、馄饨皮啊，泡油会很好素，去好木会做油啊。因为叫温水啊，叫温水去泡一些摸泡头去食个，因为冻袂做油样嘅。啊，你啊，现在有去鲑鱼去用冻到。要配咧盆啊冻香样嘅啦，其實兩邊會頭當穿意好啦，自己係凍好嘅建議哦。冇錯，好，第一次料理呢，可以嚟睇住架北埔菜天然老北埔嘅鐵山，做得發味道清好，睇住架咩做嚟吃做困難哦。稍啲下來呢，嚟看一下今日盧準備盧師傅帶來乜四個料理要教大家咧。種埔素滷菜。好，今日盧師傅帶來四個料理有乜名咧？谷米蝦餅，谷米蝦餅，對蝦餅，所以一定有蝦貢啦，有，好大隻哦，對蝦貢，伊是定下會先用咧嘅有蝦仁醬，有蝦，打好咧，咧係花枝醬，還有蒜頭啊、芹菜，定會加到調味料，有咧鹽啊、胡椒粉，先做出去再咧醬，做出醬嘅部分，因為時間嘅關係，你要先準備好咧。其實老咧，好，那個蒜頭、芹菜啊、花枝醬、蝦仁醬，還有個鹽、然後胡椒粉，攪，打的啊。發記到蝦精嘅比例係1:1。1:1，1:1。啊咧米，好，嗰陣浸水，浸差唔多半點鐘，太脆熟來，好，其實讓你準備好就做得咧。好，手要用一點油嗎？唔是，一啲啲水。好，有問題就問哦，吼。佢呢個結菜吼，就像貢仔咁太細咗咧，吼，上下來。哦，可以炸，很不錯哎。混咧韓咧煮熟嘅五穀米。你怎麼那麼聰明？咁應該係麥酒嘅乾咧。哦，應該麥酒咧，麥酒是的咧。我有看到他家下買的東西，全到一大盒，米酒、醬油。調英文，咩？我要去顧其他的東西啊！好厲害！哦，扁扁了，我覺得我有崇拜他。蝦餅啊，嘿，讓你蝦餅啊，很厲害，給他一個掌聲，好佩服。其實問我哋嘅豬肉啊，問其他嘅創作咧，就是啲嘅醬。因為挑好來，挑好以後，讓佢混咧盤。哎，這樣子吼，總監是你有看到節目會發，真嘅人啊，也給當農飛了，好好推廣兩出料理。啊，盧師傅問一個問題吼，我可以直接弄好那個薑之後壓扁扁再來攪那個混嗎？也未做得啦，未做得啦。哦，係，好，佢是讓你凍雞蛋，好嘅，混讓你。其實凍薑呢？凍薑啊，你噴住我咧，備好咧，其實凍薑啊，因為你時間所以沒有準備好咧。哇，剛才你都做在這嘞。油已經直接上。你要對的，讓你。像這個會不會太濕太水啊？所以你要弄好咧，應該噴咪注意嚟走掉，因為跳出冇肯定是噴佢好走來，好走來讓你。那你這個蝦仁我用個啥啦？蛋腸式的，擺上去配點式的，配點式的。哎，所以炸東西的技巧，大家再看一下哦。剛才裡面有破東西嘛，哈。cái炸是隻油我來去好，夠掉你看睇。180，一塊是會先高溫嗎？還是低溫？要先高溫。120而已。120啦，差不多中火啦。因為它剛才很高啊，它現在是剛才很高。啊，今日吼，除了準備很多嘅食材吼，糖講吼，等一下嘅醬吼，咪意厲害。因為醬吼，然後來大家講一下，其實凍雞蛋，應該你加係結醬。哦，好，結醬，然後甜辣醬，然後調油膏，還有水。結醬是2。好，其他的咧調油膏啊，好，還有咧甜辣醬是1:1，還有水，
211样因，不用滴滴蒜挑米样因。所以它会带一点酸咯，因为鸡酱比较多嘛。对，鸡酱好多。哎呦，你今天比较低调哦。低调。这个是什么？它的盘子热到融化的意思。像应该目睭的干哦，应该目睭咧，目睭是的咧。我觉得这道是不是也可以拿用煎的？没做的用煎的。cái chả ăn po chấm的po yêu kiểu ở nhà ăn còn này cái 差不多30分钟。我最简单的，等下我你是那用了的快乐这个冻下冻的膏子做的嘞。哦。来，明夜又烤起来吗？有看起来吗？有把它看起来。啊，转头不好走拼头，给徐姐走的溶洞。我刚刚还想说，把那个虾仁把它包在那个浆里面，然后再变成有颗粒的，然后再裹那个，这样也可以，吃起来也会有虾仁的颗粒，对不对？那我觉得是到虾公的感觉。地贝呀，酱地贝都没爱的，没有饼啊。像这种颜色就是好了，对不对？差不多的，那你等下用快乐，看这个冻下。冻的膏也是。那又熟呗。好，等下做嘛咖喱。好，要你係白蒜魚。哇，这个我会想吃哎。就是白蒜。因為基於破果啦，所以等下外皮和外皮又係擦擦哈，咁我覺得地部係 QQ 嘅。花枝漿跟那個蝦精，這超棒，而且很厚哦，有懂盤。從一兩三片圈就成嘅哦，從成個下課嘅時間哦，這個點心哇，超棒！这个虾仁也太好了吧！这是帮它酱淋上去啊，它的酱是用淋上去。你这样热天哦，你是个底下就会用到你的生菜，或者你要呛出来用下去。酱料也是一个灵魂哦。刚刚有糖豆公用的一种2，然后调酒膏1，然后还有甜辣酱1，甜辣酱对也是1。哦，好棒哦！哇，叶饼的香菜，上面香菜呢，这个。哇，看起来好想吃一口。嘿哦，都虾英雄的写的，那个酱很香，冻虾英。好，5公米虾公饼，好了。按钮最后塞喽。料理呢，真嘅都做嘅時，大家都懂上嘅先。到底哪一組最犀利？到呢先來出題目。好，咁你考題啲家係咧客家人哈，10盤大茶煲啊，做事親善作，係乜嘅意思啊 ？A 好些啦，難做啊。B 係做事情啊，動神忙啊，挺簡單的。猜拳，馬賽拳王來，媽媽，來，媽媽自告奮勇哦，來，剪刀石頭布，剪刀石頭布，剪刀石頭布，美工業拳王。我想說3次，沒關係。好，來，你也選 A 啊，選 B，要選 A，梁老師才選。東南西哦，好聽啊。A 也係 B 咧，答案係 A。大茶煲啊，10盤啊，代表佢10盤嘅時間啊，動神忙啊，而做事情嘅時間啊，電腦都要親善的做啊，跳跳的要跳難的啦。張伯傑，沒有，我是不穿，我不管怎麼樣都不穿的。為了工作犧牲一下。好了。哎呦，安排個蝦精誒，昨天不能給梁莎雪點點嗎？走 demo 可以，但是不能給張伯謙吃就好。好，沒關係。哎，你很沒有，我在分你。好，先鋒，弟弟搶出來。這個一定太棒了，可以吃。我表現一下子好吃嗎？真的，我要沾醬。一口吃蝦仁，沒有醬。蝦仁算什麼？我們可以一口吃蝦仁。好香哦！它的醬料超香的。前提不要讓個許見到嘍。對，好吃。哎，好漂亮哦！蝦凍，好，太好吃了。好好吃哦！怎麼樣？
蒜头仁的味道。酱料的蒜头米的味道好香。它其中还会解腻啦，蒜香叫做解腻。而且火锅呀，跟五谷饭呢有一些像蜜肠。迄只地位还袂冻，红冻豆的虾仁都地位。有。不你看吃到颗粒。款就马改啦。看没看还好嘞。一看怎么样？一看肚子就会开始叫。要转一种。要做一种。观众朋友没做吃周宽呐。等一下哦，是天日后吼比赛还有技巧哦。好，我们刚才的比数是1-1。沙地下來呢，就馬上會來進行最不美觀嘅挑戰咯。料理逢6點，涼脆會用現改嘅方式結添主要食材，沙地完成總鋪時實天愛做嘅料理。喺之前都唔理會觸到乜嘅食材嘅情況底下，涼脆係咪會因為太緊張嘅失亂分分麼？一家之主，安利誰來上菜嚟？好啦，最不美一關料理逢6點。我做馬改料理嘞。我做乜料理嘞？希望不要再讓我翻白眼了。我最喜歡吃的金江肉絲。酱肉甜甜的，哎，昂我選，所以是換金醬還是換肉絲？以製作單位。還沒懂肉啲。好了，現款家馬上有現出來。好，要不要先猜拳？看那麼千婷。好，千婷跟那個我們的 Vlog 一起出來。美女媽媽。剪刀沙條布，剪刀沙條布，耶！你們倆母女默契很好。好了，千婷謝謝奶奶。好，歡迎黃色。1、2、3，金醬。金醬豬油，那真的是肉肉絲啊，真的是肉。另外一个是什么？還有機會試款，因為選哪一家？我想要選綠的。好，打過來，1、2、3，金醬。米腸哎，其實有一點像我們剛才做的那道菜。凍氣管呢？因為我們也是有把它包這樣剖呢。嘿，我已經想好了。莫一婷哦，莫一婷，他已經想好了。那我們等一下就交給他，我們就不要講話。就交給他就好了。Hello， 好，既然牛一發睇下就有送飯，馬上就來進行最不美觀挑戰嘍。兩個金醬肉絲，我拿到係肉絲，對方拿到嘅係一個米腸。米腸。大家有信心嗎？有。算有啦哈。比賽倒數3、2、1，搶開始。搶開始。我們其實真的是勝券在握。你剛才投給那邊，我想不通你。哎呦，我們超厲害。冇啦，冇幫佢都有點分數。台架先就食過吼，這個金醬肉絲，所以今天我走出了台架想象動作來讓呢，要做出那個樣子。為什麼要我們要符合別人的期待？哎，也是可以。去哪個用哎？好看呀哈。哇，他們倆因為都很高個，所以很少看到這種畫面，需要辛苦他們的腰了。對，這個油要先加熱嗎？有，好。你都有用煎嘢鋪位啊？總過油，過油而已。盧卡有接做要出料理嗎？冇就食過啦。有食過，冇做過。啊，媽媽，等一下要買個食材，等一下唔可以用到嘅。你說的嗎？蒜頭米吧。蒜頭米。你是用到蒜頭米？我以前冇用過蒜頭米。啊，等一下，還沒有就出示甜薯泥哦。好，很有可能用不到。對啦，他們這個用啥已經有上後先要做。對。先幫你皮料一下好咧啦，我們等下都正來哈。哦。好。兩道菜吼，真緊係完全夠本吼，嚟到個明葉。一動就想法哦，剛才他討論嘅時間哦，我跟秀珍姐是一對的。我們想說要用炸的，像鹽酥雞那樣。不過咧，我們的明葉一進去哦。你聽我用劍呢？這個水嘛，對不對？對，我剛剛幫明葉準備好的。這個要那個放下去，它才不會爛啦，對嗎？對，它會開花啊。哦，這可以左手牽呢，左手哎，可以啊。你是左撇子哦。哇，我們第一關沒發現呢。對啊，那這麼注意。好，那等一下哈，我們有麻煩食材係唔會用到誒。麻油，麻油應該不會用到。好。然後辣椒跟小黃瓜跟蒜頭可以做那個白事，生呢個做啲切挑吼，油油的挑絲啊用。煎到最好哦，就是那個外皮叉叉啊，地板要有嫩啊用。媽媽，你會做到那樣子的嗎？試試看，盡量。
尽量。好了，我先吃。 60秒上。你还要吃啊？还吃啊？可是没有几块了，还吃啊？呢個就是落嘅斜斜外片麼？有外酥内软的感觉。因为天天煎啊。哦，剛剛不是講說沒煎過？夠不一了哈。好，尽量。好，我们大家带动作来哈。好，OK。哇，哦，擺盤呢？再猪肉啊，先它腌一下，放一点该太白粉了，大概就哦美女粉按揉啊，哦，美女粉。好，这么揉。厨房。而且最後它的那個醬還可以有點扭扭的用。按差不多的嘛吼。嘿。妈妈，你要拿那就做唔得過。都得讲哦。呢啲咩講？我過油停時候咧。对，可是还是要有油温呐，没有油温它就。哦。它有油都可以烧烧啊。好。差不多的哦。忙说会。泡泡之後會做乜嘅咧？那泡泡你要加是浓酱料。哦。哎，对，浓酱料。那等一下你們是分開來炒，然後係。你炒好，你直接就表上去嘞。哦。就一層一層鋪上去。对，没錯。懂油送飯咧，你們想一下敗選感言呢？誒，叫你噴下，叫你下好唔好？來。完了。為什麼完了？我們不就是用這些就好了嗎？太少了，太少，这样一那人汉嘴找個切蛋，因為還有誒。一人没有一片啊，这好丑的不要啊。入口呢吼係因為溫度嘅關係哈。我看盧師傅點了點頭。也可以用廚師幫我啊。哎，那類破東西哦，很重要果凍西下去啊。我來看他眼神，哎，溫度還有夠掉，也係帶掉，可以裹啊，溫度啊。哎，那就做啲架子啲嘅粉先粉一下，走的嗎？先讓它定型一下。泡開就好。我有廚師幫忙啊。對啊，哎，對啊。來，好。哎，你下次會用哦，媽媽糖葉哦。我先切好了吧。來先亂講，只有60秒。還是我來？好，你來。我來。等一下。還有剩你不要用嗎？你要關鍵呢，我們要過去哦。好，拜拜。哦，哇，亞麻椒，感覺木蛋想吃就是甜面醬哦，它是幹嘛的東西嗎？有。哎，還沒，先讓它稍微。你們剛剛有先炸油嗎？還是沒有，直接甜面醬先下來一下，對，先讓它這個最低溫就是80度了。哇，我給你拉膜，這個是麻油。啊，剛才麻油忘記了。麻油，對，加一點點麻油，加一點點麻油。哎，麻油做唔得調做咧變哦。對，加這麼的調過。唔怕，呢啲係最低溫。都在塞克了呀，是塞克了。那你可以拿起來我一哦，這樣子。哦，離火。我沒有用過這個拍誰哈，因為怕它有味道了。窮，然後就烏醋。哦，醋。回來。對，再回來一下。還有嘛，改調味料麼？要倒油哦。好香，也好香香。你要不要試一下味道？那你們要用廚師幫我了嗎？好，要。好，先哪一個廚師幫你？等一下，我不是幫你。講一下。廚師幫我。我先來，你也先馬莎，我先馬莎。先。李師傅。好，李師傅。來。好啦，我這個醬料這樣子 OK 嗎？開始。對。你試下呢度，這樣會太酸太那個嗎？要幹嘛？哦，湯。哦，欠了一個糖，不夠甜了。OK。哦，紅豆湯哦。還有幹嘛嘅嗎？一些水哦。水。對，水要變啲啦。哦，調料嘅係嗎？會太鹹哦。哦。還有幹嘛嘅？這蔥等下拿起來，等下蔥要放在最上面，顏色才會出來啊。哦，30秒過去了哦。哦。一些米酒。米酒。哎，冇米酒呢。開啦。這邊。對。搶一下味道啊。香油。香油。哎，呢啲就加麻油咧哦，還有加香油哦。麻油調做加嘅米是全部整開的。哦，太早放。胡椒粉，倒熟了喲。太好了，吃一下米豆。4、大家吃呀，米豆啊，也冇辦法吃的。是啊，你是啊。7、8、9。OK，可以了。繼續起鍋咧。好了，
往哪两片呢？你跟我们这边 OK。那你没会用嘞。好。这个粗的一点。来，妈妈你干嘛给东西？你的甜面酱挺少嘞。京酱料理啊。我们的那个甜面酱有先给它炒过吗？炒给它香。现在就在炒啦。重点是该囧的梅西，我们要用拍的哦。你们两位。帮建红有慢哦。好，那听听见。这好了，我这好了。等一下，款师傅，你还就60秒给虚见。你那个好了吗？还没，我还没好。我有冇厨师天数啊？可以喽，做得喽。要用了吗？帮我，好，帮我啦，帮我。可以帮我。你要找谁？我请冒啥？都可以。来，师傅，选一个。选一个。我们也要你们剪刀手布。剪刀石头布。好，你要赢的还是输的？好，第4步了。赢的好，来，好了吗？好。好，师傅这里哦，师傅。开始。师傅。唔会穷汤哈。糖在这，这，糖在那里。水。我可以动吗？总得。那我有看到他刚才干嘛的东西，全让你拿好。米酒、香蕉、调酒麦。咩？我要去鼓其他的东西啊，你可能要来煎对啊，我在煎啊。你不行，我不能动啊。你不能动。他不能动啊。啊，不能动了。要我才能动。全部由师傅来啊。为了去停手啊。你还麻椒吗？我的米肠要怎么切？我有加了哦。醋，蒜水吗？蒜丝。要起锅的时候要加一点。好，起锅的时候再加。那个盘子呢？是用这个装？你要用什么装盘子？你要水木摆盘呢？那个不要。那下面。这个差不多。时间到。好。这个是要放最上面的，妈妈。不是放下面。妹，下面也可以放。那炒饭什么？下面。花式放下面。嘿，应该没问题。先冻好搞了。李师傅，你可以回来了。走了。等一下，这个也可以摆上面摆盘。这要把它加进去，对不对？我可以把它加进去。我们可以淋上去。用淋的，那是用淋的。不小心把它倒淋的。那你这个是味道，你这个是味道。对。好了，我先吃。 60秒。你还要吃啊？还吃啊？不是没有几块的还吃啊？这不给洗贴的呀？我来。好，我们那边也好了，我们那边好了。可以。摆盘时候嘞，我来。这边摆盘也可以。倒数哦。好，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时间到。马上就来试试看最本米一馆那一部卡张黑 N 力嘅台中府。好，最本米一馆这个京酱肉丝呢，实验够。你还有美国戏哦。京酱米肠。米肠。先来吃吃看哪里两毕业好吗？好嘞。我们的做的根本跟餐厅菜一样。哎呀。你看俩。 摆盘呀！其实没有种用吗？那用就孙哈，其实是开餐厅，对不对？我觉得银花姐我的目标。银花姐懂会煮，姑说亚莫也没懂会煮，对，千婷也会煮。哦，来吃喽！这样的味道，醋的味道。吃这个呢？有醋的味道。中了。红三的，有海嫩嫩。秀珍姐说什么？很甜。 很甜哈，京酱不是都甜的吗？啊，千婷感觉嘞，几家感觉？很好吃啊，很好吃，尤其那个酱加小黄瓜。对，其实哦，啊，樱花嘞，樱花姐，我觉得超好吃，好，非常好吃，非常好吃，自己怎么这么有才这样子？就是啊。好，良好蓝队我不舍得吃呢，确定够吃吗？走的。俺这又体片给揭发了哈，因为我们的量是小而巧，手机嘞，你昨天起款哦，沙子一袋啊，该不会是2人吃一片吧？是呢，我哦昨天绕开米肠爆底来写到穷哈线，够吗？我刚好。还有脆的，还有脆的，还有多一点。哇，还有剩哦。你有写到该切成外皮吗？有外酥内软的感觉。你们很厉害哦。因为天天煎啊。刚刚不是讲说没煎过？对，真的没煎过。啊，小静姐，你敢不敢去干走呀？好蟹，后续听哦，只有好吃，是非常非常好吃。今天简单啊，都安toàn時間哦。还有抽到题目的时候，瞬间灵机应变，没咁简单。好，競動嘅時間要到咯，接下來嘅先請李師傅搶半分數。好，
们好哈的。难度多没共同，我们只是太少了嘛。等下王家都是不抢分数。你们是不是真的觉得太少？直接讲，我们那边还有比较没那么能看的。这样公平。伊要做出来讲起来，有时要处理了以后，唔可以强硬也係無數，搭配呀醬料嗰一小黃瓜，整體口感就是金醬都是。佢就冇會賣樣嘅差唔多，所以較適合。啊，那邊就較適合因為佢係怪米腸嘛，但是佢米腸煎的食材也一樣啦。那整體搭配放起來，還那邊較適合，較好食。謝謝。櫻花姐昨天要考慮下快點哈。我的目標。盧師傅，其實咪可以用嗰啲搭配咧色香味，我話你那邊處理肉絲啊，你那邊伊啦米蔥，吼，我家處理冇強來方式，其他肉吼，伊仲係要先炸過，所以開跳來，可能要問佢講，要變賣東西，仲聽要變解便宜朋友去炸過，其實那邊雲條下面做得穩呀，還會煎。伊後唔會按黏呐，後唔會按黏，伊就會變到一塊的，讓伊主要係手度嘅煮食材處理。因為好多冇明夜，好多嘛該，就是沾粉，然後就比較不會就是黏在一起這樣子。好。今日馮水呢得到3分，藍水得到1分，恭喜馮水得到3000元呢加菜金，恭喜！昨天那一快點哦，蠻好哈。良好，昨天不你哦拍影片呐哈，钛金剛刀具組圈住和送不你。恭喜！好嘞，櫻花姐先老太講一下你要不要參加心得？我特別唔是參加了，因為節目哈，佢要提牌啊，心情會當金獎啊哈，咁個一擺經驗，下擺係有機會嘛，希望多多參加，謝謝。恭喜！天庭歡迎嘍！非常感謝蔡小姐邀請我來參加這個一家之主的節目，然後體驗到煮菜的樂趣，謝謝。恭喜！一道天，其實基本上都懂會做料理，他們兩母女都很會做菜。哎呀，你怎麼會找一個這麼強的對手啦？因為我們每天都在學怎麼樣交流，怎麼樣煮菜，所以我會找他一起來當我的隊友。好啦，下次選一個比較有勝算，好不好？沒有關係，那沒有關係。沒啦，其實後片就是安用啊，不管素讓啦哈，這個經驗也是很好的啊，對不對？兩個姐妹去聊天的時候可以聊，哎呀，你那天贏我，真的，今天你要請客，對不對？我有幫你熬了一下，哦，好，啊，關於他媽媽許俊傑哈，今天就參加了比賽，就蠻感謝。希望愛每一個安排，基本上來報名，因為我也不曾參加這種節目。我今天是第一次來，雖然做得沒有很好，可是希望說下次還有機會參加。希望你感謝你。一定會有。希望你用它到你傾下來。哦，今日當歡喜呢，真係有兩隊都係媽媽啦，每個 Q 下來啊，特別參加比賽，而且呢，其實每個都已經加貼咧，讓他有機會讓媽媽 Q 下出賽，我相信應該會係一個很難得的回憶咯。對。係啊，其實吼，煲下嘅麵食吼係最好食嘅東西啊，所以有假使哦，你煲下，佢就馬上當會煮菜哦，家家哦，請佢來報名參加哦。冇錯，一家之主就等待起個 Q 下來挑戰，等你來報名哦，下禮拜再見，拜拜。